史嘅喜劇模式咧，就同大家去不斷提住將軍澳呢三個字。咁呢種咁有文化傳承嘅喜劇模式咧，就係叫做開心字典。係啦，如果你40零歲以上咧，你會知係咩嚟㗎啦。但係如果好似佢咁咧，未夠40零歲咧，你唔會知係咩嚟㗎。為咗致敬咧，我會 cosplay 做 Eric 教授嘅。係，咁我就 cosplay 做 Ingrid 班長嘅。咁各位就係同學嚟㗎，各位同學晚安，開心字典。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啲唔係好深，但係就好新嘅字。係啦，咁所以我哋咧有全新嘅演繹同埋全新嘅解釋嘅。好啦，個張字咧，以前就係解啲結塔嘅嘢㗎，例如係即係江湖呢啲咯。冇錯，而家個張字咧係解將軍澳或者將軍澳人嘅簡稱。所以咧呢個將軍澳嘅 open mic 咧就叫張開口啦。好開心嚟到將軍澳啦，見到好多得意嘅人同埋得意嘅事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嚟緊會同大家分享啦，同埋一齊學下啲新嘅字嘅。好啦，我哋先講下將軍澳嘅人先啦。如果大家知道答案，隨便大聲嗌出嚟就得㗎啦。將軍澳嘅人啊，好有活力嘅，我哋叫佢做張力。將軍澳嘅人啊，好熱血嘅將軍澳人叫做血漿。紋身嘅將軍澳人叫做文章。凍到吽吽豆豆嘅將軍澳人叫做凍豆漿。有個將軍澳人好中意麥玲玲嘅叫做佢唔係叫麥玲玲，佢叫張愛玲。將軍澳人好重視衞生同健康嘅叫做張偉健。頭先我見到有個將軍澳人咧，同佢屋企人打交喎，咁佢叫咩名？張家輝。有個將軍澳人咧，一出世就着住條褲嘅，呢個邊個咧？張天賦。有個岩慘嘅將軍澳人咧，係叫做岩張。有個將軍澳人，佢好中意拍扁啲芝士蛋糕嘅。張柏芝。有個腰圍36、身高又係36嘅將軍澳人叫做。喂，我哋聽過啲做有36唔做有36嘅人。腰圍36、身高36係正方形。冇錯。方丈。咁如果一個腰圍36、身高36，佢企喺另一個腰圍36、身高36嘅人上面叫做方方張張。有個將軍澳人佢識如來神掌嘅叫做。將來。有個將軍澳人識飛㗎。張飛。有個虛弱嘅將軍澳人講嘢把聲好細聲嘅。虛張聲勢。個肥肉多到咧遮住咗糖皮嘅將軍澳人叫做欲蓋彌彰。將軍澳人咧買保險俾個仔叫做張寶仔。將軍澳人百無禁忌嘅叫張做無忌。 9個將軍澳人一齊跌咗落地叫做9張落地。係啊，酒吧咧我會話佢哋包住陳志堯嚟攞嘅，但係因為有小朋友我唔講啦，咁啊9張落地包自摸我唔講啦。好，生勾勾嘅將軍澳人係3張咯。好熟絡嘅將軍澳人，熟張。出咗絕招嘅將軍澳人，絕張。好偏心嘅將軍澳人。有個好大嘅廢人咧，佢周圍響將軍澳度行嘅叫做大費周章。明愛嗰度啊，有個將軍澳人咧，佢睇埋啲唔找數㗎。張牙舞爪。有42個將軍澳人一齊發神經嘅叫做42張經。好啦，講完將軍澳嘅人啦，我哋講下將軍澳嘅動植物啊，真禽異獸。嚟啲簡單啲嘅先，將軍澳嘅狼叫做冇錯，將軍澳嘅魚叫做係啦，將軍澳嘅魚佢哋約唔係 sorry 啊，將軍澳嘅魚佢哋約住去食宵夜叫做我整傷咗隻鴨，但係益咗翻將軍澳人嘅叫做整傷咗隻鴨。咬埋隻得咯。冇錯。相得益彰。哇，好犀利喎！喂，嗰啲大象甩皮啊，嗰啲皮咧砌咗幅將軍澳嘅地圖出嚟咁樣叫咩啊？橡皮嘅圖章咯。將軍澳有啲好有幹勁嘅牽牛花叫做呢個人名嚟㗎喎。唔係好幹勁嘅牽牛花。張敬軒。好嘅，將軍澳如果有個大遷徙叫做張大千。冇錯。
叫做飲翻啲將進酒啦。嗱，將軍澳嘅陳菜咧就好補啊，一絕。將勤補拙。好啦，跟住到將軍澳嘅天文地理啦，將軍澳掛3號風球叫做。哇！呢度勁到爆風。哦，係啊，將三風啊，黃昏嘅將軍澳。勳章。紫色嘅將軍澳。章。東邊係將軍澳，西邊係望夫石叫做。出咗隧道口見到新都城咧，就係將軍澳㗎啦。出口成章咯。順住鯉魚門入新都城咧，你就到咗將軍澳㗎啦。順理成章咯。將軍澳3個人咧，就等於鯉魚門4個人嘅。將軍澳嗰啲棺材木咧，喺鯉魚門大澳嚟嘅。將官你大咯。大澳啲艦咧就艦過將軍澳㗎啦。夠大澳嗎？夠啊！叫咩啊？誇張。係喎。好啦，講下將軍澳嘅人民活動咯喎。阿約翰啊，我講下聖經先，聖誕啊嘛，耶穌個爸爸。阿約翰咧，佢為咗剪頭髮入咗將軍澳3次嘅，入咗3次將軍澳，約法3章㗎啦。將軍澳嘅老人院叫做將老院，冇錯。喂，嚟將軍澳摔角叫做乜嘢啊？嚟將軍澳摔角叫做嚟將摔角，去將軍澳睇海綿寶寶叫做。將軍漢堡。周圍生活咧都冇將軍澳咁便利啊，叫做乜嘢？6個字嘅，周圍生活都冇將軍澳咁便利嘅。哇！好勁喎呢位同學。好啦，跟住我哋睇下將軍澳嘅名人事蹟啦。黎明都嚟過將軍澳喎，不過佢覺得個堆填區好臭啊，臭到黎明都唔順超呢個將軍澳叫做。臭到黎明都唔順超張，冇錯。有個新嚟嘅將軍澳人咧，係叫做靜宜嘅。新張靜宜。變咗嘅九龍皇帝咧，住過響將軍澳㗎。鳳凰章。范冰冰嚟到將軍澳隧道口叫做范來。係啊，好犀利，范來張口，好多名人啊，係嘛？真係宇宙級嘅，宇宙級嘅將軍澳叫做宇宙章，冇錯。請大家俾啲掌聲，將軍澳人啊！多謝各位，掌聲，多謝。我係 Eric 教授。頒獎多謝晒。各位同學再見。